等，起来啦！起来啦，咱哪困做伙啦？阿贵，星星，哎呦，你紧看啦，要出大代志啊啦！一开始我听讲你要伫科技公司做总经理，我真正替你欢喜，有你就好。但是伊讲我看你徛伫遐卖水果，我感觉你所谓一切，拢是我造成。李慧啊，啊，你的结婚手机咧？你在找啥物啊？啊，你应该是在找这啦。我洗衫的时阵哦，一项项拿出来，我就想讲最近嘛无啥物力气啊，还是讲这是一个礼物。无你有啥物件未完成，我来甲你完成。我就是无爱你甲我斗相共，你听无哦？就在快买哦，你去这啊？